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蔡有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家嘛，昨半暝来到中华市区，民众去接驾所发生冲突，有人相拍，造成3个警察受伤。伊朗红色荷姆兹海峡，美国总统川普大硬强调，美国绝对袂接受人加热链。2022年得到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台湾资深电影导演大成永过身，食到95岁。大家嘛，昨半暝是来到中华市区，民众去接驾所发生冲突，有人相拍，是造成3个警察受伤。也警方伫咧现场掠到2个掠代志的现行犯，甲因送法办。几个月前，柑仔色衫的查甫人，敢若是为了要接救伫自强罗富郡甲维持秩序的警方发生屠杀的冲突，出手拍人。混乱中有警察受伤倒伫咧涂骹，台中大家镇南宫辽境进行活动，马祖乱甲18案进入中华市区，连续3年无暴力事件的纪录破功。因为形成的5家冲突事件影响，马祖乱甲伫警方安排40位有流刀加大军刀专长的教官做机动应变队护驾。19透早1点45顺利通过冲突一级战区的民生地下道，是6年来上晚的纪录。结果拄行出地下道，又有人因为屠杀而相拍。2个查甫人互相指控对方拍人，好佳在是互警方粉碎，冲突无扩大。中华警方今年总共部署335位警力，在770名街道的牌仔疏导交通。接救的冲突造成3个警察受伤，当场掠到2个闹事的现行犯。总计有3名员警受到擦挫伤的不等程度的一个受伤情形。那目前已经在现场逮捕2位滋事的分子。那后续本分局会针对收证的一个影像。陆续重案滋事的分子到案说明依法就办。希望咱在地嘛拢爱说理啦吼。拄迄个冲突在地咧接马做真诚心，毋过大家嘛爱注意安全啦吼。这检查很辛苦，大家体谅一下吼。庙方希望民众冷静，诚心来接驾，也要注意安全，并且体谅警察的辛苦。马祖乱甲所落来照既定路线，19自中华溪州建立分立的西里，伫福兴宫自驾。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东局势，伊朗才讲伫咧以色列甲黎巴嫩停战70日，会来完全开放荷姆兹海峡。军方随个宣布讲，封锁讲是美国违背约束，甲因压制，继续封印的港口。也美国总统川普是大真的强调美国绝对袂接受人加热链。好，即马荷姆兹海峡的局势共款是真无稳定，恐惊会阁冲击到全球的经济。海面上真侪只油轮正慢慢通过荷姆兹海峡，这是美国甲以色列7礼拜进前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这条重要的水道顶面头一摆出现较大规模船只通行。不过局势是变化真大，这短暂的通航欢喜无继续偌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宣布，搁再甲荷姆兹海峡封起来。对伊朗威胁封锁航道，美国总统川普态度强硬，伊讲美方袂接受威胁降钱。Got a little cute as they have been doing for 47 years, but we're talking to them. They wanted to close up the strait again, as they've been doing for years, and they can't blackmail us. 伊朗方面是回击，是美国违背所讲的话。伫美国对伊朗港口解除封锁进前，荷姆兹海峡会维持关起来状态，并且警告违反命令的船只，拢会成做攻击的目标。也伫美国中央司令部伫社交媒体平台指出，对封锁开始以来，已经有23只船只遵照美方的指令回航。به دلیل اینکه رفتار آمریکا مجددا برگشت بر همون بدعهدی برگشت بر همون خصومت و خباست‌هایی که داشت خب طبیعی است پاسخ این رفتار همین اقدامی است که الان قرارگاه خاتم الانبیاء ما اعلام کرده。进前荷姆兹海峡传出开放消息，各国际油价是落大约1成。不过随即的伊朗搁再发出封锁令，这条全球能源的命脉搁再无稳定。地缘政治风险的侵权，搁再互全球市场充满紧张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也美国甲菲律宾主办军演，明仔载会伫南海来进行，会有7国加入17国做观察员。这个参与规模是历来上界大。也日本是第一摆派剑道部队去，这是引起关注。日本护卫舰雷号4月17驶过大海前往演习，这是互中国有够无欢喜，来公开监控日本军舰的画面。也学者就观察到，讲今年联合演习是展现各国反制中国伫南海的军事扩张，咱台湾应该爱争取加入。美国、菲律宾经并经联合力量演习，20伫南海进行。这边有澳洲、加拿大、法国等7个国家参加，也有17个国家的观察员，总定义来上多。上互人注意的是，日本第一遍派剑道部队参加，动员1400位官兵、3台军舰，也有6支反舰飞弹部队。日本护卫舰雷号17也通过大海去参加演习，打着中国的红线。中国表达强烈不满，先公开监控日南的画面，也国讲伫东海进行联合战备巡航，相关科学局势紧张。学者认为，这边演习的目的是要挑战中国的南海主权。因为日本进前大部分拢是参加领导救援，这边煞演练海上打击。配合美国总统川普讲，美国盟友将会加大伫印太地区的防御力。整个南海的这个问题啊，已经不单单纯是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一个问题，而是被国际化整个国际的这个参与。即使美国啊正忙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那这个历年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演习啊，并不受到影响。因为南海情势牵动大海和平稳定，学者认为台湾应该争取参加，表态愿意为科学安全尽一份力。另外，美国华府智库战情研究所发布中国甲台湾强势竞争，警示讲共军常常用小型船想要规避国军的干涉，演练秘密进入台湾各地红色海沙波。中国可能藉由快艇输送特战人员、情报人员，渗透进入台湾遂行破坏，或者是各种心理战的这种特种作战手法。报告也点出北部的北里海沙波、淡水海沙波容易和共军登陆，国军伫汉光演习拢有设组织链，去年也演练爆破，防止共军突袭。学者认为台湾一贯提悬侦测能力，反制中共用小船渗透。记者综合报道。翡翠水库放水发电，讲要甲台电加扣用水的补偿费，水是达栋加3块。要台电算落来哦，达度电的成本是会起来到14块6，嫌伤贵，讲无同意。学者就分析讲啊，台电啊真正拒绝翡翠水库，这个热天用电上介伤的时，会减一个 UV 来发电。过来哦，电力的碳排系数会真恶降，这是对出口的企业真不利。翡翠水库管理局提出，河水补偿费加收1栋3块，严过台电甲北市府双方无共识徛伫遐。台北市长蒋万安19受访问讲，台电若有意思要议价，翡翠水库也愿意讨论。那耗水费的费率也是中央经济部所定的标准，所以台电如果有意愿来议价，水库也会愿意来跟他们讨论。台电计算，翡翠水库管理局要求加收1栋大票3块的河水补偿费，换算等1度电需要加收12块半，加上现有买电费用2块1，等延长发电的买电费用达到1度14块6，无都同意。那坦白讲嘛，翡翠水库它的发电量确实也没有很多，可是这是你台电手上的筹码之一耶。你现在就是缺乏这些不排碳的发电设施呢，结果今天又去跟翡翠水库要闹分手。学者警示，若台电真正甲翡翠水库分开有2大不利效果。头一是热天用电上侪时，供电紧迫时会减少一个。机动高闭环机组，搁再来是电力排碳系数无都降落来，对于出口企业不利。水管局研拟的耗水补偿每立方公尺3元，是参据经济部耗水征收办法之标准拟定。双方经过多次的协商，台电仍坚持不予补偿。耗水费征收对象是耗用水资源，发电的尾水它是存在下游堰坝，供那个民生来使用，并没有这个
耗水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建议还是依照现有的一个合约方式来处理。为此，水库管理局说明，每一摆紧急支援台电的临时调度发电，水库就要在真短时间内帮超过真侪民生用水需求的水量，下游无用的地存遮尔侪排水设施，只好可以落入去河川海内。所以水库参考监察院查核意见，希望向台电的临时调度发电扣一个河水费。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雄丰隆市场反那管委会今仔早起本地买地市场农会大楼来开记者会，指讲农会起租金起甲无合理。农会呢，煞甲现场的大门锁起来，唔互反那上楼，双方怎起冲突？是一直到警方介入才开锁。农会表示讲这个租金咧起是按照合约约定伫咧行。管委会说讲，这农会啊，若个唔协商，无排除联合反啊，做伙唔落租金。大商正生气，大声喊，掩过办公厅内面是店主事。高雄丰隆市场管委会本来19早起伫市场农会大楼3楼开记者会，未反映农会起租金的问题。无想讲注意起入了，农会所甲下骹的门锁起来，配合大商起入。阮注意锁伫顶面啊，包括恁记者当然的一寡设备嘛伫顶面啊。即摆调工锁的门不爱拍开，所有这科长甲职员大家提拢讲唔知影。这个一定是因顶面压落来，唔则一寡代志拢无法当处理。管委会讲，当年红山农会贷款要买市场的用地时阵，协商所有的大商用租金协助害本金甲利息，所以40年前的租金就真贵，一平2700。本来就是讲斗相共贷款害煞了，租金会当减半。不过这几年农会用亏损做理由，一直起租金，甚至比其他市场较贵。伊拢会行阮业表讲啊无，租金更较低哦，对不对？阮这业这生意无人去做嘛。对不对？即马这个唔是，甲这个租金2个有够阿爸。前去年7月甲讲，这租金已经超过，以我来讲，我这摆的租金比我40当前头1个月租金更加贵。你如果觉得不合理，你就不要来给我们签合约嘛。去年5月份就已经完成合约，也完成公证了，我们有做问卷了，那少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全部人的意见啦。农会讲，去年5月起租金的时阵的合约，就讲租金会得到公告人员调薪水做调整，起租金是照合约行。管委会讲，若农会7天内无愿意出面协商，可能要联合大商各责纳租金。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警政署统计，去年食酒洗车、食酒骑奥多摆的案件减少，不过慢车亲像这个脚踏车、电动厨房车这酒驾比例算是比前年增加大约6.5%。意思就是讲，差不多5件这个食酒洗车都有1件是慢车。民间团体就分析讲即马呢咧处罚这个食酒洗车啦、食酒骑奥多摆啊是罚较重。有的人食酒了后呢，就改骑脚踏车、改骑这个电动厨房车来闪重罚，就建议讲爱修法，罚甲骑奥多摆同款，防止有人来弄空棚。有没有喝酒？喝一点。骑车人承认有啉酒，警方详细调查也发现伊是失联的移工。新北市警察局、罗州分局、巴里所警察进行巡逻，对着这骑车人，敢若心绪不安，雄雄停在路边。去查检才发现，伊个是啉酒了后骑车，伊有啉酒洗车骑车，罚则加重，未少人改骑脚踏车。不过啉酒骑慢车相关违规。拒绝测酒测。对，我知道了，这合理啊。我想肯定会，不管你是骑脚踏车还是骑摩托车，摩托车也是危险呐，脚踏车也是危险呐，嘿啊，应该的啊。警政署统计，去年厝地啉酒、骑车、洗车违规有56303件，不过啉酒骑慢车就有12095件，年增加4758件，增加大约6.5%。另外每5件啉酒、骑车、洗车就有1件是慢车，遐个慢车包含脚踏车、电动脚踏车、微型电动、2轮车、电动厨房车。譬如说我们的这个脚踏自行车、那个电动辅助自行车增加比较多。114年违规酒驾呢是有5878件，相较于113年这个增加了4004件增加了214%。由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骑慢车酒测超过标准上最罚2000次，故执罚4800。啉酒骑车洗车，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认为讲，加汽机车50检测，罚款18万。要啉酒骑车洗车，用吊销驾照也是靠牌才比较。啉酒骑慢车加古籍检测成本较低，可能真多，一个新的破空。
必须将这一些慢车它酒驾的犯次，必须要跟汽机车的犯次来合并计算，因为这一个慢车酒驾有可能他们原本就是酒驾累犯。协会建议，啉酒骑慢车甲故作检测相关法则应该提悬到瓦罐机车。消法度组织啉酒洗车骑车累犯，改用骑慢车来闪过重罚，补强交通安全新的不足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2022年得到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台湾资深电影摄影导演大师赖成英4月18半暝来病逝，是食到95岁。电影界是讲真唔甘伊来离开，感念伊一生对台湾电影发展所有贡献。没有修跟你有修的话差很多吗？讲解失调差伫咧倒位，提供意见予修护师。伊是2022年得到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资深电影摄影，大家叫赖上的赖成英。有消息讲，伊第18过身，享受95岁。不过，有接触的电影圈人士心内拢真唔甘。我们摄影师协会有常常在聚会嘛，他就谈到一些以前电影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是从他的那些口述中传承这样子。1932年出世的赖成英，创作的过程回看台湾电影自黑白转型到彩色的重要阶段，并且见证健康写实到台湾新电影的演变，互人讲是奠定影像美学基础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伊是压力家秋决等电影3遍摕到金马奖最佳摄影奖，甲导演李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也导过《阿路情深》《桃花路德州公》等电影。感谢舅舅一辈子的照顾，他的离开我是非常的难过，真的非常谢谢舅舅照顾，成就了我的事业。感谢他生前捐了不少摄影器材，还有他自己收藏的文物，让大家能够继续来深入研究台湾战后这段摄影也好、电影也好这些发展的历程。赖成英在生的时阵，提拔包括真侪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的导演侯孝贤，也阁有亲戚关系的导演陈坤豪等人。伊也甲真侪伊收藏的电影资料关乎国家影视厅中心收藏。伊捌讲过，摄影师爱有导演的思维，导演爱有摄影的灵魂。对于伊过身，电影圈拢表示哀悼，感念伊一生对台湾电影发展的重要贡献。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伫咧当地时间4月18，有一个罗西亚人以野性沿路台人行到倒抬到倒，落尾伊入去到超市甲内底的人客压起来做临时，甲警方谈判讲40分钟讲无结果，全队临时来开枪，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14人受伤。最后，这个乌克兰的特警队发动突袭，甲凶手断死，伤者送病院抢救。案发现场规条街道拢用封锁线围起来，特警队人员伫超市内外出入入，因看到超市玻璃因为互枪击拍到出现破损。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18一间超市向发生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Йшов, проживає тут недалеко. Йшов по вулиці, з вулиці Деміївської він починав свою ходу. По ходу він застрелив 4 наших громадян, 5-го громадянина він ж застрелив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який був заручником в цьому магазині.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乌克兰警方初步调查，这枪击案发生在基辅霍洛西伊夫斯基区58号嫌犯是罗西亚人，有犯罪前科，也伫作案进前将大个公务放火烧掉，所以就提前行去过路，伫警官的所在对人开枪，被入入去超市，甲超市内底人压起来。І почалася спецоперація, в ході якої 40 хвилин я спілкувалася з ним, з людиною цією, і за 40 хвилин він не вийшов ні разу на контакт. 警方伫谈判无效果了后，决定就是入去超市，要甲嫌犯拍死。有枪击案就发生伫主题区，受伤的民众内底也有一个12岁查甫囡仔，互民众是真惊吓。Шок і непорозуміння, чому крім тих, що нас б'ють з неба, ще нас просто вбивають по вулиці.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讲，嫌犯不长期住伫顿内刺激地区，案件对恐怖攻击方向来进行调查，会确认10个人合法登记武器，也提到医疗证明使用武器的方式，由多一寡机构来办理。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伫社群平台发文，慰问罹难者家属甲亲友，并且指示相关单位公开调查资讯。公视新闻陈世东编译。
为了要鼓励人生囝，云林县府推动计划，前3梯补助6万，也对今年开始是调整做若生第3个，就补助到10万。不过，这个效果也该观察，因为云林第一季干那838囡仔来出世，是比去年同期减差不多3成。妈妈摕铁道影请囡仔向前爬，为了要互云林县新生儿的家长了解县内育儿政策，云林县政府规划未设11间公设的民营托婴中心，总共会当收1200万囡仔，希望民众愿意生。很珍惜小孩的童年时光，然后小孩的第一名。那我们也在保姆方面能够在服务品质的精进，我们也各种的奖励跟这一个回训的这一个相关的训练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孩子在一个友善的育儿空间里面。并生育率除了扩大托育的场所，前2年县政府撒万保良生育计划，奖励前3梯生育津贴6万，第4梯开始13万，2年来催生超过11000外新生儿。今年调整第3梯开始加码到10万，不过今年第1季新生儿只敢拿838个，比去年同期减3成。经济就是收入还有房价。这考虑的点了对啊。教育我觉得教育也有差，因为现在小朋友太聪明了。对啊，所以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脚步。在物价指数波动了以后呢，可能也缓不济急，因为薪水没有跟着调涨嘛那这当中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本身一个结婚的意愿跟生小孩的意愿？县政府讲，前2年推送万保良计划是为了要避免少子化影响教育体系。不过因为地方的资源有限，今年政策转向鼓励生3梯，不过生育率不如预期。希望地方甲中央会当做伙努力研究，看有啥物办法。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买芦笋，所发现讲，这个买回来的芦笋正面看起来是一支一支，也后壁面煞是变形，连做规片。民众就感觉讲奇怪烦恼讲这敢会食质？学者讲这种变形食起来口感是有差，不过袂危害咱人的健康。买回来芦笋变到后面一看，一支一支的芦笋煞变做规片的，民众感觉奇怪，也烦恼敢是买着变异的物件。实在来到种芦笋的田来问，农民讲这种状况加减会发生。那是予糖加过，就较会出现变形的芦笋。我们不会出货，它就是田间的格外品，甚至如果是扁平状的，我们自己也不太会吃。芦笋生做安尼，你感觉迄会食着吗？应该是会食一把。唔捌买着，嘛毋捌看过生做安尼。家己大学食物医学教授指出，芦笋生长的过程，若是拄着环境的变化，亲像天气也是病虫害，拢会造成这款状况。虽然食起来无安全的问题，不过口感嘛会较无共。主要可能是跟它的肥料用量有关，或是肥料的里面含有的氮磷钾或是其他微量元素的含数有关。在台湾，我们称之为芦笋的醉化。那一般来讲，它都在生长的时候遇到一些环境的问题啦，环境的压力的这些问题啦，或者是病虫害的问题在吃起来的话，理论上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差异，不过在整个在使用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安全的一个疑虑的。农民表示，这种变形的芦笋除了口感较无共以外，要下泡的时阵其实嘛无好处理，所以若是有这款芦笋，伊拢袂交出去，大部分家己食较济，因为市面上较看袂到，所以对民众来讲，才会较罕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关心天气，气象署预告讲说来拜三进前，各地是真好天。不过要注意拜4、拜5方面渐渐接近来通过，东北季风变强，水汽增加来变高，全台湾呢都开来得好，尤其是西半部地区爱提防雷公雨。礼拜东北季风减弱之下，各地气温慢慢来回升。南部内陆所在会来到33度、34度，日夜温差较大。花莲台东受一寡蓝山落雨情形。气象署讲，到日进前拢是相款稳定的天气形态。也毋过23开始水汽会来咯，落雨机会增加。全台湾爱注意局部阵雨也是雷雨。周4、周5锋面逐渐接近并通过，并伴随东北季风增强，而到了周6可能还有华南雨区通过，因此到时候在西半部各地都有一些下雨机会，特别在西半部地区可能雨势或是可能甚至有些雷雨发生的机会。气象署提醒讲，19到21，全台湾的天气虽然稳定，不过受到长影的影响，北海岸、东半部甲恒春沿海无冰晶。
宜兰苏澳也有台东兰屿拢已经出现1.5公尺到2公尺的悬涌，海边的作业请爱注意安全。另外，23方面接近，各地除了爱注意天气的转变，台东地区也无排除有烧风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半部的气温，北部地区23度至28度。中部地区24度至31度，南部地区27度至33度，南部地区23度至29度，外岛地区20度至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